你哪里遐行，你莫开电视呀。你可以再严肃一点，没关系。就无用嘅，就无用嘅。伊无爱提这个呢。系啊系啊，也对啊。那一只它要发出声音比较难啊。嘿。哦，合奏哎。你怎么难得那么严肃在摇那个音乐？他超严肃，然后再做一件就是滑稽的事情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去哪里呀？超严肃的，好好笑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去哪里呀？为什么会有视讯？有偶包呢。偶包小朋友。还好啦，荷包。